大家好，我是克夏佛教中心的小金讲法师，是尊贵的三度古仁波切的弟子。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仁波切的生平故事承诺。那是承诺的特别版第二版。那这个特别版第二版呢，主要是全中文版。我们另外还有一个版本是中英对照版，那个已经是出到了第4版了。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仁波切的博客上，那个中英对照版呢，其实是有电子书的，在仁波切的博客上。那我们今天讲的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已经到了第3章仁波切的这整本承诺呢，总共分成6个章节。那第一个是序，那接下来序另外5章，序讲的是仁波切的前世的，就是他的过去的许多前世介绍。第1章到第5章呢，分别是仁波切在人生中不同阶段他所待过的不同地方。那主要是由地区来划分仁波切在不同时间段在不同的地方的生活经历。那第一章讲的当然是他出生的地方，那是台湾台北。那仁波切在那里就在那里出世，然后就一直待到了6岁左右，6岁多。那过后呢，就到了第2章。第2章是那时候仁波切被送到美国新泽西州那一段时间。到第3章呢，是仁波切为了追求佛法离家出走前往美国洛杉矶。第4章讲的是印度，仁波切在印度的出家之后在寺院的生活。那第5章是马来西亚，他如何在马来西亚，为什么在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下，仁波切会来到马来西亚，怎么在马来西亚成立了克夏佛教中心，以及他在马来西亚的佛法事业等等。那在第3章呢，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章节，因为这个我们从这个第3章的这个标题，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个第3章的标题呢，讲的是许下承诺。那从照片中呢，我们也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照片。这个照片显示的是年轻的仁波切和他的至尊根本上师宋仁波切的合照。那所以也就是说，在美国洛杉矶这段时间，仁波切遇到了他的根本上师，那这个从此改变他整个生命的一个人。好，那当然之前我们也是有跟大家介绍过，仁波切刚刚抵达就是美国洛杉矶的时候，他必须在那个地方找个地方落脚，就是在表哥鲍勃家里落脚，然后再找一个高中去完成他的学业。那与此同时呢，他还必须因为洛杉矶的生活费是相当高的，所以他必须一面打好几份工，一面去平衡他就是才能够平衡他的开支。那与此同时，他肯定不会忘记的是他就是他最初就是离家出走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找一个能够让他好好去学习佛法的地方。所以他也辗转的找到了图登达杰林佛教中心。那图登达杰林佛教中心里头呢，有一个上师，就是格西处辛格尔辛。那当时格西处辛格尔辛还是一个在家人，但是他当时仁波切征求了他在美国新泽西州第1任上师喀苏勒桑达钦仁波切的同意之后呢，就拜了这个格西处辛格尔辛为师。那后来呢，就是仁波切也在佛法中心也住了下来。就怎么说呢，也就中学毕业过后，仁波切也就在那边兼职打好几份工啊。当然在工作上的表现是很良好的，所以就升职升得很快。那这些都是一些小故事。当然这里有没有讲到过仁波切在怎么说呢？他遇到什么人，他都会尽量的想把佛法带给他身边的每一个人，而且对大家都很喜欢他，不管是庞克族啦、嬉皮士啦、妓女啦等等，大家都很喜欢他。那这里其实可以从这里，其实我们讲的这些东西，主要是让大家看到，就是仁波切从以前他从小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特别的，就是有展现出来，就是他很喜欢把佛法分享给身边的每一个人，而且他很自然的就能够去吸引人家靠近佛法。那这里有举到一些例子，就比如说这里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这个戴安呢，他就是在公司上
遇到仁波切而已，就打了几个招呼呢，就给仁波切带到佛教中心去。那结果也成了宋仁波切的弟子。那这个戴安之后来还曾经到仁波切在印度出家的寺院去。那至今他依然是一个佛教徒，就可见一个简单的一个可能一个偶然的在公路上的一个相遇呢，仁波切有办法把那一个人带入佛法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殿堂。那接下去有讲到仁波切在好莱坞的一些经过，就是其实因为他长得高大，而且是一个很特别的亚洲人的脸孔，所以很多人就是会想找他拍戏啊，想找他录音之类的。但仁波切当然也像个年轻，就是他才当时在洛杉矶那段时间，他才16、17岁，他当然也跟一般年轻人一样，也有好玩的时候，喜欢跳舞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他总是佛法始终是最重要的，所以在穿梭在工作啦，在夜总会之间的时候，那仁波切总是会想方设法，就是不要错过自己的每天的佛法就是事实上不是想方设法不要错过，而是他从来不会错过，因为那才是他最重要的，就是最主要的一个甚至活中最主要的一件事情。那其实他从这里，他其实也是我觉得是可以给就是年轻人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就是说你可以其实你可以有自己的生活，可以有自己的娱乐，但是最重要的该做的东西就不要忘记。那这是在仁波切这个故事里面看到的。然后后来呢，就来到这里，就我们上期介绍的，就仁波切有一次呢，他在车上，在一个朋友车上就看到了宋仁波切的照片。那一看到宋仁波切的照片呢，立刻就觉得非常的怎么讲？那个信心是立刻升起的，而且他立刻就很想把这个照片，就是想拥有这个照片，就跟朋友请求了，那朋友也给他了照片。这个照片到现在为止还是摆在仁波切的佛坛上的。那仁波切自从有了这个照片之后，就每天对着这宋仁波切的像顶礼。希望能够从此就是能够跟他有结下师徒的缘分，希望能够向他学习佛法。那就在不久之后呢，就在图登达吉林这里就已经就宣布说宋仁波切将会抵达那个佛法中心，就弘法6个月。那仁波切怎么说呢？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当然是十分雀跃的，所以就每天就很怎么说呢？就很喜悦的准备着这一天的到来。而且宋仁波切抵达的时候，仁波切是主要的一个就是负责人，他主要是清理大中心的佛殿。好的。那而且呢，仁波切当时也是负责，就在宋仁波切在美国期间呢，仁波切也是负责去打理宋仁波切所需要的一切。好，这是我们上期分享的。我们从这里开始接下去，侍奉根本上师。上面这一段是仁波切说的话，我向他顶礼，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还能跟他相处多久。我不想对着佛像顶礼，我要对着在世的佛顶礼。那是仁波切他就是说针对他每一次他都很把握每一个机会向宋仁波切顶礼。仁波切说了这样子一番话，因为他不想对着佛像顶礼。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是要对着活生生的上师顶礼。下面这张图呢是仁波切当时陪同宋仁波切到美国唐人街的照片。作为这尊宋仁波切的贴身助理，赞助仁波切一直伴随宋仁波切。有一次他还跟宋仁波切去了洛杉矶的唐人街购买玩具。大家都认为这是宋仁波切为自己的转世做准备的征兆。好，
那我们再看右边这一页。右边这一页呢，是上面那一段也是仁波切的话。他说：“我会先将他的杯盘洗净，擦干后放在厨房顶层的架子上，以免损坏。有时我会把宋仁波切的银器反复洗2次，仔细擦拭，确保这些银器干净不黏腻。我把所有东西都收在一个特定的地方，这样就没有人能碰到他的物品了。我甚至做了一个标签，防止有人拿错。对不起，这是我侍奉上师的机会。”那这是仁波切他当时他对他事后宋仁波切所做的事情的一些简单的一个侧写，你可以看到，那仁波切对上师所使用过的餐具啊，所使用过的杯盘等等啊，他都是特别的怎么说呢？他就有特别处理，并不把它跟其他人的杯盘不混在一起，而且每一次都会弄得特别干净。那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把上司，就是他并不把上司当成是一般人来看待的一个表现，就是把上司就怎么说呢？比如说，如果你很尊敬一个人的话，或者是我们在供佛的餐具，我们肯定不会把供佛的餐具拿来跟一般人的餐具来混在一起使用。那这就是仁波切对宋仁波切做的一个行为，他把上司视为佛一样，就是把东西都分开放。而且做得很体贴，放在特定的地方，不让人家搞混啊，甚至放了标签啊。右上角那个图呢是仁波切当时，尽管当时占度仁波切年纪轻轻，衣着和发型都很前卫，他还是被选为至尊宋仁波切的助理。很快的，至尊佳节宋仁波切预计抵达图登达杰林的那一天来临了。在这么重要的一天，占度仁波切却因为工作的缘故而无法在场迎接宋仁波切。仁波切为此沮丧不已。下班后，仁波切直奔回中心。回到中心一看，中心内一片闹哄哄，四处都放着行李箱，门口还摆了好几双新鞋子。楼上传来陌生的声音，一个他从未听过的声音。仁波切马上就知道他的上司来了。我的天，一定是他了！仁波切心里是这么雀跃又紧张地想着。但是他又在楼下的厨房假装忙碌。大约过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格西拉终于邀请他前去拜见宋仁波切。他兴奋地发抖，沿着楼梯一步一步走进宋仁波切的房里。在靠近佛坛的地方，那位上师挺直着身子坐，下颌蓄着白色的洋胡子，眼神锐利。接着他向宋仁波切行了3个大礼拜，心生敬畏地凝视着宋仁波切。突然之间，他被深深地触动了，情绪不受控制，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宋仁波切对他说：“我不是什么特别的人，你无需哭泣。那现在，你可以叫他出去。”他当时讲的这个“你”指的是格西处辛格尔辛，所以宋仁波切呢就是叫格西处辛格尔辛把占度仁波切带出去。所以那个是就是宋仁波切抵达的那一天呢，仁波切因为有工作的关系，他兼职好几份工，所以时间都很紧凑。那因为工作的关系，他没有办法在中心迎接。那到底他一下班过就匆匆忙忙赶回中心去。那到了中心就看到整个情况是很热闹的，还有很多陌生的鞋子，还有很多箱子。然后他一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从楼上传来，他就知道是自己的上司来了，所以仁波切很紧张，但是很紧张的又故作镇定的在楼下厨房忙碌，直到几个小时后，格西拉把他叫了上去见宋仁波切。那仁波切一看到宋仁波切呢，立刻就对他行大礼拜，而且当他很凝视着宋仁波切的时候，他心里的就是突然间有了一股很深的触动，而且不由自主的就一直在流泪。而宋仁波切也，宋仁波切对他的这些反应呢，其实是就是淡淡的就说啊，你可以出去了。于是年纪轻轻的宋仁波切就被请了出去。他向格西拉倾诉：“我的表现并不好。”格西拉说他并没有做错什么。就这样，他跟宋仁波切的第一次会面就画上了句号。他回到楼下的厨房，开始为宋仁波切、格西拉及陪同宋仁波切前来的6位侍者准备晚餐。
使仁波切心情如此激动的首次会面，其实是他跟宋仁波切在后来的6个月内培养出深厚师徒情的前奏。年纪轻轻的仁波切最终还是被选为宋仁波切的助理，尽管期间遭到了几个有影响力的功德主的反对理由是他们认为仁波切年纪太轻，涉世未深，加上一身奇装异服和新潮的发型，这些恐怕将有损宋仁波切的名声及威望。他们对格西拉说：“绝不可以，他只会破坏宋仁波切的形象。他还只是一个小孩，看他的样子，他的头发，还有他穿的衣服，那样能代表西藏当代最伟大的佛教大师吗？我们肯定比他好。”他们的话重伤了仁波切，却没有让他泄气，相反的，这更让他下定决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服侍好宋仁波切，不落人口实。他们也对不起。1连6个月，他每天都不知疲倦地服侍着至尊宋仁波切。由于宋仁波切只会讲藏语，他无法直接与宋仁波切交谈，于是他就时常与翻译员和侍者们交流，以便弄清楚宋仁波切喜欢的食物和他具体时间安排。清晨起床后，他就开始为宋仁波切的侍者们及格西拉准备早餐。他总是先服侍宋仁波切，并在奉上食物后行3次大礼拜。随后，他会服侍格西拉用膳，确认格西拉没有其他需要之后，他就服侍宋仁波切的侍者们。当时陪同宋仁波切前来的有2位德国弟子、1位翻译员的素伯和2位圣人助理。那这几段讲的是当时仁波切就是他一些经过吧，就是仁波切他年纪很轻，那有人就推荐他作为怎么说呢？宋仁波切的当时的在美国时的助理，但是其实虽然这样子，很多人还是反对的，因为他当时他的发型啊，他的衣着啊，那很多人认为他这样子的话是有损宋仁波切的形象的。那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呢，其实对仁波切是一个伤害。但是仁波切不但没有被打败，不但不会因此而泄气，反而更让他下定决心要好好的去服侍宋仁波切。所以最后这个位置当然也是就是他终于拿到了这样子的一份这样子的殊胜的一个任务。那1连6个月的仁波切就完全的全心全意的伺候宋仁波切，不只是伺候宋仁波切，他还要伺候宋仁波切的侍者和格西拉，同时也要兼职打工。而且呢，其实难处是宋仁波切讲藏语，他不会讲藏语，所以其实很多沟通都是要通过中间人进行翻译之类的。但是即使是这样子，即便是这样，仁波切还是把工作做得很就是头头是道。好，这个，那么翻开下一页。随后仁波切回到宋仁波切的身旁，静候宋仁波切用餐完毕。他总是为宋仁波切准备特大份的食物，好让食物有剩余。他会要求把宋仁波切的剩饭吃掉，因为他深信自己的上司是一位觉者，他的剩饭也必然有加持力。宋仁波切用完早膳后，仁波切会清理他的餐盘，接着再清理格西拉和随从们的餐盘。如果有时间，他也会收拾厨房，并赶在上班前把一切安置好。在下午3点左右下班回来后，仁波切就立即忙着为大家准备晚餐了。他还会依照宋仁波切的口味准备酥油茶，其中黄油的量要恰到好处。一切准备妥当后，他会上楼为宋仁波切奉上晚餐，并且像送上早餐时一样，对宋仁波切行3次大礼拜。有时晚餐的讲学都结束后，他还有幸为宋仁波切按摩脚部。在宋仁波切住中心的6个月期间，每天傍晚6点至午夜，甚至只是凌晨2点，宋仁波切都会进行私人会面或给佛法开示。这些时候，仁波切都会从旁协助。如果有人要求见宋仁波切，他就用吸尘器清理房间，确保一切整齐有序，然后和宋仁波切助理一起安排访客入内。会见期间，他静立一旁，随时待命，以备宋仁波切有不时之需。他要确保宋仁波切身边随时都有人照应。这几段也是在形容仁波切当时就是怎么伺候宋仁波切。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在上师50颂里面也有跟我们说，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会
去怎么正确的医治上师的方法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跟那些会的人，就是擅长此道的人好好学习。那从仁波切他什么时候上师这一点，我们其实也可以了解到，其实真正好好的侍奉上师或一直上师的态度和方式究竟应该是怎么样子的。所以仁波切他在这一点上呢，他就做得非常的仔细，就是说早餐已经服侍了宋仁波切吃饭之后呢，这里有讲到一个特别的东西，就是说他总是会准备特别大份的食物给宋仁波切，因为他希望宋仁波切有吃剩的，那么自己也可以吃。那就是因为西藏人都相信，就是说如果大师们有一些吃剩的一些食物，就是能够吃到一些的话，那是很大的加持。所以仁波切每天呢，就很希望能够吃到宋仁波切所剩下的一些饭。那宋仁波切用完早餐过后，仁波切就每天的惯例呢，仁波切就帮他清理啦，也是会帮他其他的他的侍从的清理好。那准备妥当之后呢，仁波切才去上班。大概到下午左右3点左右，仁波切下班过后，又要开始准备就是新的一餐，就准备酥油茶给宋仁波切啦，准备为他就是怎么说要怎么讲，要送他上楼去啦，然后接下去呢就要准备晚餐了之类的。所以到了晚餐结束过后呢，等宋仁波切会客结束之后呢，已经蛮夜了。其实因为宋仁波切行程是非常紧的，那仁波切怎么说呢？他还会帮宋仁波切就按摩脚部。那通常宋仁波切每天都会见人，就晚餐时间傍晚6点或者到午夜或者是在2点左右，宋仁波切都会见人，就是有一些进行安排一些私人会面或者给一些佛法开示。那这样子的一些时候呢，仁波切总是会紧紧的在宋仁波切身边，就是以免就是他是作为贴身助理的话，他就不想说宋仁波切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是找不到人的，他是随时候命的。那这些都是很好的典范。好的，那我们这个是左边，我们现在看右边的这一个介绍。在宋仁波切会客或做完占卜后，仁波切会伴随宋仁波切到楼下给佛法开示。他会帮忙拿香枝、拿僧帽，扶宋仁波切安坐在法座之上，然后再帮宋仁波切整理僧袍。宋仁波切在法座上就坐时，他是不离左右的，甚至在圣仁波切就坐前，他还要确保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只要能跟宋仁波切共处一室，他就感到欣喜不已。为了宋仁波切和格西拉，他愿意做任何事情。跟2位高僧在一起，他丝毫不感到疲倦。每晚在宋仁波切就寝前，他都要在宋仁波切的寝室门前行100次大礼拜，以示对上师真正的依止之心。图登塔西林佛教中心的其他成员也留意到了仁波切对宋仁波切一直以来的恭敬态度。离开房间时，其他弟子会转身径直走出去，而仁波切则会始终面朝宋仁波切，倒退着走出房间。有些弟子很妒忌仁波切与宋仁波切能有这么亲密的关系，但是他们又找不出能够批评这个年轻人的地方。他对上师的依止和侍奉都是无可挑剔的。那这里也是同样的，其实这几段在讲仁波切怎么去侍候宋仁波切，那些都是我们可以好好去认真去听了，然后好好去学习的地方。那这里讲的是宋仁波切每天都会见人，他见人有时候会做占卜，做占卜呢过后呢，他可能就会给佛法开示。那我们有说到，就是在就是迎请高僧到某个地方的时候，或者是迎请我们的上师前往某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弟子呢要在前面就是要烧香之类的。那仁波切就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每一天就是要把宋仁波切要从楼上送到楼下去还是什么样的时候呢，他就帮忙拿香枝啊，拿僧袍啊，就把扶宋仁波切就好好的坐在他法座上。那而且在坐上法座之前呢，仁波切也会确保法座周围一切都是安排妥当、安排就绪的。而且宋仁波切坐好之后，仁波切紧紧的就紧贴在他身边，是不会离开的。对仁波切来讲，这一切都不是苦差，他对每一个相处都感觉到非常喜悦。
那每天呢忙完这些过后，在宋仁波切就寝之后呢，仁波切总是会对着宋仁波切的卧室行100个大礼拜。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仁波切就是我们引用仁波切的话，仁波切说他不想对着将来再对着佛像顶礼，那能够对着活神之上师顶礼是最好的。那这样子，就是这几个月下来呢，图伦达杰林的其他成员他们就开始发现仁波切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发现到仁波切对宋仁波切特别的恭敬的态度。那还有一个更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其他人就是每次从宋仁波切房间离开的时候，都是一转身就走出去，就是背对着宋仁波切。那仁波切呢是从来不这样子对自己上司的，他总是就是面对着自己的上司后退着走出去。那这是一个礼貌。那当然妒忌他的人很多，因为他跟他跟宋仁波切的关系是非常好的。那妒忌他的人很多，但是大家尽管妒忌，大家都没有办法去挑剔他的问题或者错处。接下去这一段呢是仁波切的引用仁波切的话：我每天都竭尽所能为他按摩双脚，我也会亲吻他的脚。因为我在一本印度密宗指南中读过，对一个人表示最高的敬意，就要触及他身体的最低部分。宋仁波切后来把这当成了游戏，他给我看他的脚，当我伸出手时，他就突然把脚抽回去，然后放声大笑。我手握着他的脚，将他置于我的头顶，行吻礼。西藏人是不亲吻的，而我这么做是因为自己是在美国文化中成长的。由于我不会说他的语言，这就成了我表达敬意的方式。那这讲到我们刚才讲到仁波切每天晚上会帮宋仁波切按摩脚部，那这里讲的就是他每天呢都很努力的去，除了帮宋仁波切按摩脚部，他也会去亲吻宋仁波切的脚。他讲，因为他们两个其实是言语不通的，仁波切在美国长大是完全不会藏语，那宋仁波切呢只会讲藏语，所以是语言不通，这很多时候都是透过一些就是一些手势啊来进行沟通。那仁波切他用美国的方式来对待宋仁波切，那宋仁波切呢，他当然也明白这个弟子的用心，虽然是常常还跟仁波切玩，就是刻意知道仁波切要去怎么说呢，要亲吻他的脚，他就会刻意把脚抽回去。这是他们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些很温馨的一些互动。那这右边这两张图呢，是一个是上方那一个是宋仁波切在一场开示后或者开示中，在开示后给人家就是怎么说呢，就人家向他上献卡达，当然宋仁波切就给加持的一个画面。那重点呢其实是这样子，重点在这一张照片的左后方，你看也看到一个年轻人，左后方。那有一个年轻人，那就是仁波切。那仁波切他对于在宋仁波切身边发生的每件事情，他都是非常警惕的，所以他是一刻都不会让就是怎么讲，就一刻都不会忽略宋仁波切。那随时有什么需要，随时准备。下面这一个呢是就是我们仁波切在就是图登达杰林的住所。20世纪80年代，宋仁波切在图登达杰林佛教中心讲学和在加州斯兰谷主持金刚瑜伽母灌顶仪式期间，赞杜仁波切担任了他的私人助理。这张照片是在宋仁波切到赞杜仁波切在图登达杰林的车库里的房间参观时拍下的。那这是宋仁波切参观仁波切的房间时拍的一个照片。好的。那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一期的分享到这里为止。我们现在结束之前，就一样的，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使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上品名称是，说是佛法心要诸圣教。我愿世世不离真上师，我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这条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
愿我正直善根力，速集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是佛地。愿弘扬中喀巴，往往正法理则记，子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以子相属二之意，祈愿上愿名称佛，教法永驻，生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很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上位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行本常住。那好，这期分享到这里结束，那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